我爱代表台湾新人院来甲咱多谢。伫过去学校伫这面临真济的困境的中间，通过咱教会的帮助，或者学校伫这个过程中间拢通顺利。那感谢上帝，透过伫无共款的境遇的中间，带领咱的宣教师来到台湾。咱的台湾的宣教的历程，南部我相信咱大家拢足清楚，是这个马国医生来到台湾，然后通过安尼开始这个咱的宣教的工作。这个历程叫做英国宣教区。总是台湾新人院较无共款的所在，伊是较属于这个加拿大的宣教区。意思就是讲，伫这个北部的这个台湾。早期是加拿大马偕牧师来到台湾的时阵，来设立这个北部的教会。到咱1951年的时阵，也合作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所以北部创校台湾新人院这个马偕牧师，也是伫这个早期伫北部中间，咱讲伊是叫做加拿大宣教区。总是通过安尼。上帝予这个南北合一来成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咱台湾大概有3间的新人院，第一间就是咱台南新人院，另外一间就是台湾新人院，第3间是在玉山新人院其实咱早期还有一个圣经学院，在培养也是曙光大学部，总是伫这个咱的时代的变化中间。所以招生就较困难，所以后来伊就成做一个训练中心。所以感谢上帝，互咱伫这个细细的台湾有3间新人院。虽然这个地缘的关系，有阮讲较早期中间，咱有小可的争执不过真趣味。伫阮读册的时阵有真侪无共款的思维，可能真侪人毋知影，读新人院的人较会知影。那有人会安尼感受，你讲这个北部的这个人吼，在看南部的人，讲歹剃头啦，你南部人较歹剃头。南部人看在北部人讲安那，盖高尚天龙盖高尚吼。所以这个伫阮读册时阵吼，拢会常常这个南北小可有安尼心结啦吼。恁是南部的学校阮是北部的吼，小可有心结。总是我。伫迄个读册中间有这个2间学校这个南北神的联谊，也是讲3间新人联谊，甚至是这个甲外教派的迄个新人院联谊的时阵，真做真好的友谊。所以咱伫这个中间，咱都毋免想伤济，咱拢爱关心一件事，就是上帝国。无论是北，无论是南，无论是东，咱拢做伙来关心。因为当这3间学校。新人院若是臃肿的事，咱的教会就通臃肿。其中若是有受损的时阵，你就会发现讲，咱的新人院培养的教育，若是无够好的时阵，伊倒转来到教会，是谁的损失？是咱教会的损失，是上帝国的损失。所以不管是南是北，咱拢共一个圣经，咱拢共一个信仰，共一个上帝。所以，无论我代表台南新人院去讲道，代表台湾新人院讲道，代表玉山新人院讲道，我拢用这款的心来呼吁咱兄弟姊妹，做伙关心的，毋是这3间新人院而已，是关心咱的上帝国，关心咱的教会。所以，伫今仔日台湾新人院的纪念主日中间，我用安尼来请安大家多谢以外，也共同来关心咱新学教育的顶面，因为。过去我对阮老师来得到一个话语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伊讲，咱新人院会当培育出好的牧者，倒转来到教会来训练好的青年，青年训练得好，然后互伊献身，又去甲新人院来造就。倒转来了后，然后会当去造就教会，安尼是毋是一个好的循环？总是咱若面对伫咱的新人院的教育。的欠缺中间，咱也无去关心这件事。咱的新学院真困难去经营，
也是讲咱的新人院、新人生无法度有好的造就。那安尼，咱的教会将来嘛会有真大的顺畅，因为无好的牧者倒转来到这个所在牧养咱。所以通过安尼，我搁一摆来这个代表新人院来咱大家来多谢以外，也关心新人院的未来，因为新人院已经伫这最近拢已经受到教育部的肯定，咱拢已经成做一个合格教育部内面承认的私立宗教学校。总是伫面对伫这个环境的中间，咱需要去继续为这个新人院来祈祷，无论是送因去这个培养咱的青年，还是讲互咱的这个新人院更较毋免烦恼伫经费顶面的问题。所以代表搁一摆来多谢以外，也今仔日也真欢喜来到咱中间，甲咱来分享。我要用上帝话伫这个使徒行传内面来思考，咱面对咱的信仰，咱要来享受上帝祝福的人生。毋知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你安怎样去想？你要安怎来得到上帝的祝福？真侪人在想，咱嘛足希望咱要得到这款的祝福，总是变来有一个好的管道。我想安尼讲，谁无爱得到福气，谁唔爱得到祝福？我做牧师20年，无论是这个这个柯文良先生，伊拄到困境的时阵，去甲伊祈祷，也是一个拄到艰难这个生活过袂过的人，因的心思拢同款，拢希望伊的人生内面要得到福分。总是得到福分的思维真重要是，咱要安怎样通过咱的信仰来得到这款的福分。伫对咱的文化内面，大概要得到福分，就是你互我较济咧，安尼我就当得到；干那我拥有就当得到。总是我做20年的牧师的中间，我有拄过几来的情景，这是我较早毋捌想过。伫迄个愈来愈拥有的人的中间，好亲像要得到这个福分佫较难。因为安那？因为因所想的当时是要互家己增加佫较济，煞毋知要哪去分享。所以当我咧这个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，我就想讲，那用咱的华人的世界内面讲，迄个福禄寿、福禄寿，我要用这3个来伫圣经中间上帝话内面来得到福分。所以我用这3个来讲，什么是福？福，今仔日我讲，那伫圣经我今日读的中间，上帝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的事，伊讲你在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，我所指示你的所在去，我要叫你成做大国，要赐互你，叫你的名做大。如果若单单用这句话来看，我毋知你想到什么叫福气。如果你若有机会去到以色列，你会知影，伫当时的亚伯拉罕要行出的时阵，是面对一片真大、行出去啥物拢无的所在。上帝讲：我要互你得到福分，所以你就去，要去倒落。迄是一片出去，完全拢是无啥物青翠，然后拢是旷野的所在。你要去得到福分？上帝甲伊讲，你就离开，然后我所指示你的所在去，我要叫你成做大国。迄是福分吗？对咱今来讲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咱一定想讲，迄是啥物所在？我要去遐创啥？总是亚伯拉罕做一件事，伊就顺服出去，顺服成做伊福气的所在。你行出去，虽然面对旷野，虽然面对真济的挑战，总是上帝予伊的是啥？咱若对圣经有读，咱就知影，上帝予伊成做啥？万国的爸啊！敢毋是安尼？福分毋是讲平平对天落落来讲，安尼就是福分。
我常常咧带青少年的时阵，我拢爱因做一件代志，学习去做，互因家己做，互因家己处理。我伫边仔甲因斗相共，我绝对袂甲因处理。我带因去台北的时，请因家己买车票，我请因家己去找要哪去，要哪找公车。对一般人来讲，真歹想象。你做一个辅导牧师，你为什么叫人做这个代志？你爱甲因订票。我讲，恁若无学这个物件，恁以后就袂晓。恁就想讲，安怎做好好。后壁来喊，互上帝甲伊指示的时阵，出去敢若看起来，一个荒郊野外、旷野的所在。不过上帝对迄个中间，互伊去看见上帝所赐的福气。有时阵福气对咱的想法内面，拢是要对人摕来。不过，迄福气是顺服伫上帝的带领中间，互咱的生命来得到帮助，来得到这个福气。伫我人生中间真特别，我讲上帝若无互我伫我的青少年时拄着困境，拄着一个挫折，今仔日我就袂徛伫这个所在。今仔日我伫我的厝，我大的内门目沙教会，我可能伫遐伫做田。我毋是讲做田无好，可能我的人生今仔日袂行到这个所在。所以上帝咧训练咱，要互咱福气，有时阵是咧训练咱。总是咱来学习顺服伫迄个道路顶面。第二个，什么是乐？什么是迄个拥有上帝互你的福分？迄个乐。伫马拉基内面第3章第10节，伊讲就将你应该互我的1/10送入我的仓库，互我有粮，互我的家有粮，并安尼试看卖。我就要对天顶来拼，互你；我就要拍开天窗来拼福气，互你。这是上帝透过先知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呼吁，因为到马拉基的时阵，大概因差不多拢要忘记上帝的甲上帝的关系。伫因过去伫民数记内面，伫这个利未记内面。上帝透过摩西，甲因引出埃及的时阵，爱因安那，爱因学习献祭，献因的1/10。不过经过这么多年以后，因已经袂记住，迄个甲上帝关系，应该爱安那伫上帝殿内面，互上帝有交约，因已经袂记住。所以到这个末期的时阵。上帝透过马拉基，佫一摆在呼吁，对因讲，因应该爱倒转到上帝面前，将应该互上帝来献伫上帝面前。迄个是一个福乐的所在。总是对咱的中文来讲，有时咱拢想要甲人摕较好。不过耶稣佫甲咱讲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敢毋是？咱拢想讲要对别人来得到福气。迄才是福分。不过，对耶稣来讲，对上帝来讲，互人的比甲人摕佫较有福气。这是乐，互上帝来祝福你。第三个，咱讲什么是受？咱拢希望佫较长岁寿。迄个岁寿是什么？是年岁，还是人甲人的关系？人甲家庭的关系？伊有所书第6章内面。伊讲就孝敬你的父母，互你在生日子通得到长岁寿。这个是一个应允，这是带应允的了解。伊讲就孝敬父母，互你在生日子来得到更较长的岁寿。我用福禄寿伫圣经中间在对咱讲的话，来甲咱分享讲，什么是祝福人生？咱来学习去找找上帝伫这个圣经内面在带领咱，爱咱去行的路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无共款。总是大部分的人，拢会较想讲，我若拥有较济的时阵，我就会通亲像咱的文化内面讲，迄就是福禄寿。
不过对咱的信用来讲，上帝是爱咱学习去互人的，比别人比别人体都较多。所以要安怎互上帝来祝福你？第一，我用要安怎来看待咱的人生？有时阵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拢在限制咱家己，毋知你捌想过？咱拢在祈祷的时，拢讲什么？毋知你拢安怎祈祷一开始的时？全能的上帝，救恩的主，也是万权能的主。你敢会记得这句话是啥？你咧讲上帝的气力、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活命。毋过咱拢在限制上帝，因为安那咱拢无法度交托。到尾咱嘛是搁咧烦恼，对无？咱嘛是搁烦恼，搁摕转来咱的心情。咱拢在限制咱的上帝。你会喙讲万权能的上帝，咱拢在称呼伊是一个这样全能的上帝。毋过对咱的生活内面，咱完完全全无真正是交托，因为咱拢去甲迄个困境去摕转来咱的厝，去开始烦恼，咱无交托。因后壁咱的心思意念，当你行出的时阵，你要去倒落。伊毋是一个人，伊是一群人。伊是一个这个饲养的哈，一个咱讲游牧民族，伊所需要是两项物件：水、草。当伊行出的时阵，面对遐尼大的旷野的时阵，伊要去倒落。伊的心内想讲：上帝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我的牛羊要哪？这就是咱的烦恼。这嘛是咱常常在思考的。当咱用目睭看的时，看袂到的时，咱就将迄个烦恼摕转到咱的心上，咱就开始在面对咱的人生中间，开始去限制咱的上帝，去开始唔愿意相信这个上帝真正会大呢。咱就停留伫迄个，咱用咱的人生，用咱的头脑所想到。一款的思维的信用，煞无法度完完全全交托给上帝。当我在读册时，读到爱迪生，我就感觉真有趣味。爱迪生有一天，咱拢知影迄个故事。有一天，当伊读册，要回去时，老师就甲伊，互伊一张批，讲你回去爱交互恁妈妈。甲恁妈妈讲这张批，敢若伊会当读。爱迪生嘛足乖，回去就真正交互伊妈妈。因妈妈回去了，就甲批拍开，安尼读。伊讲你的囝是一个天才，学校对你的囝来讲伤细，我嘛无够资格做老师，会当教育伊。然后希望你用老母的身份来教育伊。然后这张批就伫伊的妈妈的手中，放伫伊的抽屉内面。后来几啊年后，伊老母过身，爱迪生也已经诚做咱今仔日大家拢知影的发明家。有一天，伊伫厝内面在整理这物件时，然后伊发现伊妈妈的柜仔，然后就甲迄个柜仔来拍开，然后发现。伊细汉的时阵，老师给伊的这张批，伊拍开看，伊才知影，伊的老母通过伫迄款的信内面、信用内面，也是讲迄款的听内面来教育伊。迄张批内面的内容是安尼写：伊讲你的囝头壳歹去，阮决定无要互伊来学校读册。总是伊的妈妈读出来批示，你的囝是一个天才，学校对伊来讲伤细，阮无法度，嘛无资格来教育伊，请你用老母的身份教育伊。伊老母毋是用着外在的环境来看这个囡仔，伊是用着信心，用着一个听来教育这个囡仔。互伊的心，互伊的信用
互伊活命，毋是靠人的才能，是靠上帝。毋是用人的方式，是用上帝的方式。所以人捌上帝赐福气，你才有法度来成做上大的被祝福者，互上帝赐福的人。咱来看亚伯拉罕伊的人生中间，上帝甲伊讲，我要互你成做大国。我毋知，当时吼，我去以色列时看到这个情景，我原来无法度想象讲，行出去迄个时阵，迄个情景吼，我会记我对埃及入西奈山、西奈半岛，入到以色列，如果坐一天的时间吼，看到的吼，对透早坐车吼，咱讲上要去游览车就困嘛吼，起来安那目睭天开就上厕所嘛吼，坐一天吼，差不多拢迄个情景吼。拢迄款咧山拢亲像迄个拢旷野，无就是拢打蛇的所在。你足少看到迄个水泉，足少看到迄个绿树吼。坐一天吼，差不多拢迄个情景吼。我阿伯拉罕，我可能原来紧张吼。我要安那，我出去要去打乐。总是阿伯拉罕顺服上帝，上帝就祝福互伊。这个祝福毋是一款，不只是伫顺服。也伫伊生命中间的态度，伊去关心人，伊去看见别人的需要。咱来看亚伯拉罕的人生，你就知影，亚伯拉罕，咱讲伊是一个个样的，因伊是一个游牧民族。伊出去了后，伊需要两项，咱拄仔讲。毋过当伊看到迄个平原中间所需要的，迄个水草遐尼丰富。伊甲伊的弟仔罗德两个人，伊的目前冤家是亚伯拉罕安那讲，伊是阿叔呢，伊是弟仔。亚伯拉罕对伊罗德这个弟仔安那讲，讲你先选，你选倒边，我就选正，我就行正边；你选正边，我就行倒边。圣经安那记载，伊讲罗德伊的这弟仔看到啥？看到迄个约旦河平原内面，遐尼水，遐尼水草，遐尼丰富，伊就选择这边来行。伊互伊先选，阿伯拉罕关心伊的需要，看见伊的需要。虽然伊顺服，总是伊犹原看见别人的需要，伊犹原体贴人的事。才能看见伊的生命的气质是，伊看见别人的需要，嘛关心人。甚至咱也看到上帝的天使要去灭这个索多玛恶劣的时阵，伊安那讲，伊讲，是毋是用我会当来向你求讨？若是这个城内面有50个义人，安尼你敢会当卖灭？若是有40个人，有30个人，有20个人，有10个人，咱看伊安尼一叠甲这个天使，甲伊讨价还价，到10个人，伊拢希望上帝卖灭这个事，看见别人的需要，关心别人的需要，伊毋是看家己的需要，是看别人的需要。所以，伊生命中间，互上帝来祝福伊。我用另外一个先知的角度来看，伊甲亚伯拉罕的关系，就是约拿。约拿伫人生中间，伊才互上帝所来选调做先知。总是较趣味的是，当上帝爱去尼尼微城来传达福音的时阵，伊讲，甲因讲，搁40日上帝要毁灭的事。约拿做什么代志？上好因望得救，所以伊就爬起来走。上好因就望得救，那？因为尼尼微城是伊的啥？伊的对敌啦。当时压迫因的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，所以做一个犹太人，做一个以色列人，伊的心内一定想讲，上帝上好毁灭因。因为这个罪大恶极，
最大敌人，伊上好防毁灭，所以伊就安那要坐船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。伊想讲，伊未受到上帝的管辖，伊咧限制上帝的能力，所以就想讲，我走去倒平，所以上帝就找袂到我。毋过咱看这过程中间真趣味安那，讲安那，伊困伫船的腹肚底最底层，看安那抽签，看安那选着安那选着伊，看咱讲真衰啊！咱讲真衰，困伫船的腹肚底，安尼嘛互挖出来。迄个时阵，伊用沉落海中，伊才开始反省。所以咱的信仰中间，敢一定爱做到安尼，才互上帝甲伊接落去，才欢喜来悔改。这是一个真趣味信仰两个人的比较。后来伊靠船的这伊的腹肚底，伊才开始悔改了后，伊才愿意顺服。不过无拍算，伊顺服了，伊的心底依然无真正顺服。当年到尼尼微城传达，人圣经讲伊当爱行3天才行会到。伊敢若行1天来讲，上帝要毁灭因。遐人拢反悔，对王到前生拢反悔。用哪安那讲？用哪讲？我来城外遐济咧吼，等上帝甲毁灭。咱迄人的心吼，人的思维，信仰毋是安尼。信仰是要安怎去关心人，看见人的需要。所以，伊伫迄个城外，然后上帝互伊一个杂音的树啊，然后上帝互伊一天生出来，一天死。迄个上帝讨价还价，讲为什么互我这丛树啊生出来马上搁死？上帝用安尼来甲伊讲，你看迄城内面有40万人。甚至有12万人是无法度分别做右手，你敢无关心因吗？你敢无关心因的生命？没有上帝祝福，咱来学习用上帝的眼光，毋是用人的眼光，学习顺服伫上帝面前。第二个，人爱因为你来得到福气，所以上帝对后壁人讲，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咱咧做事的思维是啥物？是只有求家己的利益，还是袂记起上帝的救恩？圣经有数第5章内面安尼讲咱原来伫黑暗中，但是咱成做主的门徒以后，就伫光明的中间。咱的生活爱亲像光明的人，光明会结出丰盛的果子，就是良善、正义甲真理。爱明白、爱明辨，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，毋通做别人伫黑暗中所做遐无利益的事。反倒当爱甲即款代志，甲伊讲出来。阮伫暗中所做的歹，连讲嘛通是可取。虽然做一个上帝的落幕，但是讲互上帝拣选的人，要安怎？要对安那咱的生命中间，人要互你，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人拢真有怨妒，别人比你较好，较有能力。因为当你看别人比你较好的时候，你的心内就袂啥爽快，你就开始讲，为什么伊会比我较好，也无比我较敖啊？咱拢袂记去欣赏别人的好的所在。咱拢常常会去甲别人的好当作是一款的怨妒，应该伫咱的心上看见上帝伫伊生命中间的祝福。所以咱做代志讲话，有当时啊，咱就因为怨妒，煞讲出无合宜的话。有时咱咧想要搁较济，咱就会贪心，想要搁较济。总是咱看见阿伯来信仰中间，伊好款待人。然后上帝祝福伊，
咱的生命中间爱学习，要哪甲人道谢。当人对你所做时，要哪道谢。有时阵信仰讲为善不为人知啊，做好无一定爱互人知影，但是咱伫行的中间是爱互上帝所欢喜，是要互上帝所欢喜，无一定爱互人知影。真侪人做了，甲人斗相共了，就讲哇，你看迄我甲伊做的吼，都有需要到安尼。这是我家己的在想这代志时阵在思考，为虾米一定爱互人知影？所以在这个中间，我就在想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要安怎去行到上路尾？所以这个讲路遥知马力啊，日久安那见人心哈。另外一个讲法讲路遥知马力，讲机会就是留予准备好的人。咱要哪伫这条道路顶面准备好咱家己，互上帝甲你祝福。有人讲耐心听候，时间会甲你讲答。总是我较想要分享的，阁是这个路遥甲马力。路遥伫马力虽然是一句话，不过路遥应该是一个人，马力是另外一个人。这是一个故事。等我听到这个故事了后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然后跟分享这两个人的故事。路遥是一个这个好业人的囝，马力的老爸是伫路遥因老爸的厝内面做长工。这两个人自细汉就是好朋友，做伙读书，做伙佚佗。讲到中大了后，开始咧讲嫁出来代志。不过路遥因为有钱，所以较无问题。当时拢需要聘金吼。我若介绍阮学校的这个资料馆的时阵，咱长老教会资料馆拢会想起咱台南的叫做嫁妆啊啦，一牛车对无？哇，压力真大吼。这个路遥无问题，因兜有钱。不过马力呢，因为因爸爸做长工，所以要提出聘金真困难。所以有人甲介绍了，不过无钱通好娶某吼，所以伊就甲路遥安尼讲，我会当甲你参详一件代志，你会当借我钱，互我娶某。路遥马上来讲无问题，会当借你吼。不过你结婚前3天爱赎着我。这个马力想足久吼。前3天爱甲新娘女互这个伊的好朋友，想足久了后，嘛袂当一世人家己一个人过。讲好，我答应，就真正甲借钱娶某。前3天，这个马力安尼心内足煎熬吼，因为新娘爱让互我的好朋友3暝吼，毋知若是你会安怎吼？心内一定安那。压力真大吼！到第4天该入洞房的时，伊心内就讲，伫遐后悔，伫遐懊恼。然后到第4天暗时的时阵，你要到伊的房间，然后就倒伫眠床，棉被盖起来就开始困。然后伊的太太就安尼甲伊讲，讲你是安那？前3天安尼规暝读册，第4天竟然就伫遐困。才知影讲，我的朋友安那被他朋友耍了。路遥安尼甲开玩笑。路遥入去到洞房内面，拢咧读册。所以这个马力听到这个了后，伊就真正我的朋友安尼甲我算好，我就好好读册来考一个功名。然后真正入京城去考试来做官。路遥因为好个人，所以性情真好，就无努力，后来家庭嘛慢慢中落。想起讲，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叫马力吼，即马做官，我要来请伊斗3天者，就开始想讲来入这个城去找我的好朋友马力。
哇，妈咧看到伊就安尼真好甲交代吼，来，好朋友真不久无看到吼，来啉酒吼，吼我安尼啊，即个要等下你来吼，等你要来安尼我等你足久啊吼，啊拢无去讲起，要甲伊借钱的代志，啊路遥甲伊讲啊，我即摆安那要安那吼，也斗3工吼，毋过妈咧拢无安尼反应吼，啊过2工啊了，伊就讲要转。阿妈咧过来讲，哎呀，这个路上吼，咱讲迄，因讲较路上吼，啊，这个搁留几工啊啦吼，啊免得安那，啊，这个搁继续啦吼，今仔日呢，你来咱得来吼，搁加大几工啊？啊，因为路遥感觉讲这个马力吼，拢也无感觉我的问题真重要吼，所以就小可内面心内开始咧受气，来讲我要转去啊吼，然后这个路遥就离开吼。去到门口的时候，来到这个引导外口，就听到人咧啼啼哭哭吼。哎，问迄个人讲，啊是安怎？啊你毋是死啊嘛吼？当路遥出去了后，马上就派人吼送一副棺材来吼，啊，互当做伊死啊呢吼，啊因太太伫遐哭甲安尼吼，啊来路遥入去了，就想讲这是虾米人呢？恶作剧吼，啊来拍开。拍开这个棺材，就咧看吼，内面是真济的钱财，啊，一个条啊，都写一个安尼吼，伊讲你让我妻守空房，我让你妻哭断肠。路遥知马力，毋是干那一字尔，2个人的故事，意思就是讲彼此中间拢用一个真。诚恳的态度帮助伊兄弟，只不过当然是小可开玩笑吼。不过因心内面彼此迄个疼无失去，生命中间伫信仰中间，咱嘛是安尼，要互上帝祝福，是因为你互人得到福。虽然伊有半开玩笑的感觉，不过我看见因心中内面迄个对人的疼无失去。人生短短数十年吼，入嘛的朋友各有偌济，但是会当捌你的心的人，了解你的人有几个吼。所以在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是毋是会当去珍贵咱的朋友，也是去认识伫你我中间彼此迄个关系，互咱的生命中间，因为认捌上帝，嘛因为人认捌你来得到这份福气。所以这就是路遥知马力内面迄个生命中间彼此祝福的迄关系。第三个就是讲为你祝福的，我要祝福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你。咱古书第3章内面咧讲我的兄弟啊，毋通做侪人的师傅，因为晓得咱更较受动的判断。原来咱伫真侪代志拢有过失，若有人伫话无过失。叫做完全的人，那会当来力调家己的专心，安尼伊就会当伫伊的生命中间会当顺服，亲像马甲枪放伫马的喙共款，会当叫伊顺服，会当互伊专心拢通调动。人真容易伫不如意的时阵来批评人，来做批评的事，佫较会伫失意的时阵。来对其他的人来批评。生命教育内面的课程有一句话安尼讲思想来决定咱的行为，行为来决定咱的习惯，习惯决定咱的性格，性格决定咱的命运。咱就爱对心思开始来思考，咱咧讲什么款的话。台湾最近充斥足侪款假新闻，赖来面嘛是拢为着要那选举的人为着要当选，有当时也是为着要中伤别人来制造这个制造这个假新闻，有时是为着生理的利益来发这个假新闻，要互家己的生理更较好，中伤别人的生理比。总是咱爱思考的是，咱是毋是去过滤咱咧讲的话，咱咧看的文章，咱接受什么款的文化，咱接受什么款的新思，
咱接受啥款的新闻。后来我知影有假新闻了后，当我伫发赖的时阵，我第一个我一定看过才发，啊无我会感觉讲，我会成为谎言代言人。有可能我变做谎言代言人，我讲的话无事实。所以咱发出的物件，到底是祝福人还是咒诅人？有时你不经意的中间，有可能你发出的消息，就是真做侪人中伤的所在。所以咱爱去面对讲，咱伫这款的环境内面，咱要安怎更较接受咱的心，甲接受咱的主，互咱所发出的语言，咱所发出的消息，是一个正确的，是一个会当得到，互人得到利益的。去面对这个问题。有一句话安尼讲看重上重要的，什么都不缺；看重次要的，什么就缺。信用内面，咱看重什么？信用内面，咱看重什么？所以，阮阿伯拉罕的故事来甲咱分享时，等我看圣经的时阵，阿伯拉罕每一摆出去的时阵，伊就做一件事。你敢知啥意思？就起这段来敬拜上帝，来起段，伫迄个所在献祭，伊看重伊甲上帝有关系，伊看重伊的生命中间上帝所让予伊的。当然，若徛伫现实来讲，阿伯拉罕当时的现况，也出去啥物拢无的时阵，伊变哪去感谢上帝，伊变哪去面对遐个环境。咱会讲安尼要安怎？总是耶稣讲，唔通为着要食啥物、啉啥物、穿啥物烦恼，因为这些事拢是唔信的人所追求的。恁的天父知影恁的需要，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这一切拢要赏赐予你。有够这款的信心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咱讲祈祷的时，咱常讲万管能的上帝，当你求祷了。然后祈祷了，搁转去，搁甲你的烦恼搁砸转去，搁放伫心内，放袂落。人生亲像一颗皮箱吼，起得起要学会放下。我知影上帝互你有真济的这个重担，总是有时阵你嘛学习爱放落去，唔通想讲你会当解决真济代志，袂。所以圣经讲，祝福别人就是祝福家己。就是互上帝甲你祝福的关键。箴言12章咧讲，歹人想要得到，歹人想要得歹人想得到歹人的罗网，义人的君来得到结实。歹人最终的过失是家己的网络，但义人要脱离这个烦恼。愿咱的这个生命中间，就亲像今仔日的主题讲，祝福的人生。咱要来去面对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要哪伫顺服的中间，互上帝来带领你；要安怎伫咱的讲话中间，互人得到帮助。对心底内面真真实实用迄款疼甲长远的心思去关心人，去疼人，互上帝通过你，成做一个好的管道来祝福别人。大家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日这个所在，感谢你姊妹做分享，上帝你安怎样来呼召阿伯拉罕？阿伯拉罕安怎回应伫你？虽然阮知影人生无完全，总是互阮学习，会当顺服伫你的带领，阮就知上帝你要互阮来空空着我，也求你互阮有迄款的心思意念，疼人，因为对你学习迄个疼，伫阮的生命中间去疼人、关心人，搁较伫阮的生命中间。会当学习禁守阮的嘴，禁守阮的行为，伫所行中间，互人得到帮助，也互阮对你来领受你的祝福。但愿伫你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替所名求，阿免。